是第一波被 DeepSeek 坑嘅人啊。男子話：我可以講係第一輪被 DeepSeek 裝咗入釘嘅人。最近我寫咗一篇90頁嘅論文，寫完之後我聽大家講話 DeepSeek 好用，我就想測驗一下。於是我就問咗佢幾個數據，因為論文啲數據喺裏邊係好有意義嘅，所以我問 DeepSeek 關於我論文主題嘅數據。DeepSeek 俾咗我呢個數據咧，睇起嚟係相當靚嘅，各種引用思路全都幫我擺晒出嚟，我真係信咗。甚至 DeepSeek 提到我研究嘅呢個主題喺全國有幾多個地方同研究所都曾經研究過，甚至俾出咗各種嘅權威引用，列舉咗數據嘅來源、單位嘅名稱、研究嘅課題、字長等等。睇到呢啲我真係心服口服啦，仲將我呢篇90頁嘅論文改咗一次。但係到咗後尾核實數據嘅環節，唔核實仲好，一核實我就崩潰啦。嗰啲漂亮嘅數據全部都係編嘅，我喺 DeepSeek 上邊查嘅嗰啲所謂嘅單位同課題組全部都冇嘅，然後甚至於俾出嘅嗰啲引用內容亦都全部係假嘅，太過得人驚咯。DeepSeek 呢啲講大話嘅能力真係太過可怕。如果你哋唔信，可以自己試下睇下。呢個係一名大陸抖音博主喺使用 DeepSeek 之後俾出嚟嘅體驗結果。喺使用前，佢因為睇到大陸對 DeepSeek 軟體嘅造勢新聞而對佢嘅使用抱有好大嘅期望，直到使用之後先至發現 DeepSeek 就好似一個巨大嘅騙局，連佢輸出嘅知識全部都係虛假嘅。有咁樣感受嘅就唔止呢一個博主，呢位名叫清談療愈嘅博主亦認為 DeepSeek 係一個整假嘢嘅高手。佢話 DeepSeek 係會做假嘅。我之前問咗佢兩個數據，一個係月光對人嘅能量嘅影響，然後佢俾咗我數據，話呢個研究嘅數據係嚟自於 Stanford， 然後我就問佢具體嘅出處，之後佢就狡辯咁講唔係嚟自於 Stanford， 係嚟自於其他地方嘅，有咁樣一個研究，但係同 Stanford 係冇任何關係嘅。DeepSeek 講佢謊稱嚟自 Stanford 嘅數據，只係令到文案睇起嚟咧更加權威。之後我又問咗佢一個關於多動症嘅問題，佢話如果父母有多動症，咁生出嚟嘅細路50%嘅概率會患有多動症。但後嚟我又同佢確認呢個數據，佢又提到佢所講嘅數據亦係有問題嘅。所以大家記得啊， DeepSeek 係會耍啲小聰明嘅，大家有重要嘅數據一定唔好揾佢嚟確認。而呢兩個視頻下方嘅評論中，亦有好多網友表示喺重要嘅數據同交易上，亦都曾經俾 DeepSeek 亂咁嘅能力所害咗。比如喺法律方面，為咗證實提問者嘅內容， DeepSeek 甚至可以編一條法律出嚟。仲有網絡上盛傳嘅油管大 V 博主 Gotham Chess 分別用 DeepSeek 同 ChatGPT 對譯國際象棋時，竟然發現 DeepSeek 仲會耍賴。識捉國際象棋嘅人自然知道冇人捉棋嘅時候，兵當馬走食皇后，象直接飛到敵軍嘅腹地，呢個係被國際象棋規則嚴格禁止嘅。但偏偏就有人咁樣捉，就係 DeepSeek。喺比賽最開始， ChatGPT 先手執白紙，起初對決嘅過程，雙方都係中規中矩，按規矩出牌。 ChatGPT 嘅表現可以講係更勝一籌，短短幾分鐘，白棋嘅勝率直接飆到90%，明顯就係要贏啦。不過最後嘅結果就係 ChatGPT 輸咗。咁 DeepSeek 究竟係點樣勝嘅呢？原來當 ChatGPT 食咗 DeepSeek 一個象之後，喺敗國已定嘅時候， DeepSeek 對 ChatGPT 講：我呢個象係穿咗鐵甲嘅象，唔會死嘅。然後佢就作弊，要自己嘅象喺棋盤上復活啦。ChatGPT 對呢個新規則諗咗半日。而佢所謂嘅思考就係從大數據裏邊尋找答案，但係為了俾佢嘅大數據呢，冇呢種資料啊，所以佢就揾唔到答案。喺揾唔到答案嘅情況下，佢就唔知道對方嘅象可唔可以復活啦。於是就只好默認對方嘅象係可以復活啦。接落嚟嘅兩次對弈， DeepSeek 亦繼續使用咗相同嘅耍賴方法，臨時變更規則，令到頻頻處於優勢嘅 ChatGPT 瞬間就敗下陣嚟。而 ChatGPT 因為無法從大數據揾到國際象棋新規則，多次默認咗 DeepSeek 嘅耍賴，呢個先至造就咗 DeepSeek 嘅勝局。係咪特別荒謬呢？其實仔細諗下，呢個結果亦並唔係令人好驚訝。有網友話中共政府係全世界最大嘅流民，
耍賴從來唔面紅，呢個係眾所周知嘅。唔單止係咁啊，中共仲係全世界最大嘅謊言黨，造假成風，冇人能比。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喺中共嘅長期污染下，中國社會已經徹底流氓化，只要對自己有利，乜嘢賴都敢耍，乜嘢大話都敢講。而呢個社會下生產出嚟嘅 AI DeepSeek 當然就係會有樣學樣啦。除此之外，亦有網友仔細查咗 DeepSeek 嘅運行規則，發現 DeepSeek 嘅訓練集就截止到2022年嘅7月，到咗2025年，好多嘅資訊係完全過時嘅。而就係咁樣一個過時嘅 App， 佢竟然能夠喺中國大陸一炮而紅，身價暴漲，呢個就好難唔令人懷疑，呢個背後係咪有乜嘢謊言、不可告人嘅商業運作同政治性因素呢？可能 DeepSeek 頻繁出錯，甚至長期亂噏24回應用戶，導致喺近日中國嘅第一輪官宣棄用 DeepSeek 嘅公司出現咗。陸媒報道，3月1號 DeepSeek 公布線上系統嘅理論成本利潤達到 545% 之後，率先接入 DeepSeek 模型向用戶提供 API 以及雲鏡像服務嘅清華系 AI Infra 企業路神科技宣布暫停相關服務。喺官方渠道發表嘅公告中，路神科技宣布將喺1個星期後停止提供 DeepSeek 嘅 API 服務，請用戶盡快用完你嘅餘額。陸媒報道中仲提到，路神科技至今未對外公開提及停止提供 DeepSeek API 服務嘅原因。不過，從其創始人尤洋喺支付平台發表嘅大量對於 DeepSeek 成本理性分析嘅內容，可以得出結論，成本係其決定放棄提供 DeepSeek API 服務嘅關鍵原因。喺宣布停用 DeepSeek 之前，尤洋對於 DeepSeek 有好多嘅思考，主要集中喺3個方面。第一方面， DeepSeek 最新公布得出嘅系統理論成本利潤率達到咗 545% 嘅數據，係建立喺大量用戶將 DeepSeek 嘅 App 同網頁完全超負荷佔滿嘅情況下，唔係一個常規 MaaS Model as a Service 產品。因為常規嘅 MaaS 要想實現穩定嘅輸出，需要準備嘅機器可能會係理論嘅5倍。第二方面， DeepSeek 號稱中國最好嘅模型公司，但產品經常係掉線，輸出嘅內容同結果亦頻繁出現問題。另外， DeepSeek 論文中顯示，只需要557萬美元就能訓練一流嘅大模型。其實公布嘅係一次實驗嘅成本，而開發一個大模型可能需要嘅係幾十次實驗。中小雲廠商唔應該靠倒賣 DeepSeek API 去賠本賺吆喝，然後吹捧自己推理快10倍。但呢3個方面同時指向嘅最根本問題係，好似路神科技呢類嘅企業扮演 DeepSeek 嘅第三方 MaaS 產品服務商，係唔係有盈利模式呢？而早喺今年2月份，尤洋就通過佢自己嘅測算分析得出結論。佢話 DeepSeek 相關模型嘅訓練成本遠遠冇傳言中咁低。如果滿血版嘅 DeepSeek R1 每日輸出嘅係1000億 token， 咁每個月嘅機器成本係 4.5 億，虧損整整4個億，幾咁大嘅虧損。一位路神科技投資人和公司內部人士同樣表示，做出咁樣嘅業務調整，主要係出於成本考量，亦就係話而家嘅 DeepSeek 版本唔單止係輸出唔穩定，成本仲好高添。除咗尤洋，一位同佢類似職位嘅人士 M 直言，無可否認嘅係 MaaS 行業確實係承擔咗整個行業虧損嘅地方。各大廠同模型廠其實 API 都係蝕本嘅，真正有進賬嘅係各種嘅合作，比如定制開發或者係私有化。而喺中國嘅網絡上， DeepSeek 嘅爭議點亦就喺成本。中國網絡上嘅大量宣傳提到 DeepSeek 嘅訓練成本係557萬美元，並將佢同 ChatGPT 嘅訓練成本1億美元進行對比，聲稱中國僅僅花費咗1/20嘅資金就生產出咗中國版嘅 ChatGPT。咁事實究竟係點嘅呢？呢位網友話 DeepSeek 雖然實力好強勁，
但係國內嘅造神風格確實太誇張啦。比如成本，網上稱 DeepSeek 以550萬美元成本打敗咗美國幾億美元嘅投入。其實網上嘅呢啲言論 DeepSeek 自己從嚟冇講過，佢只係喺論文中提到過自己嘅訓練成本係557.6萬美元，而且呢個亦都唔係總成本，差距係好大嘅。呢位專業博主提到 DeepSeek V3 嘅論文顯示，使用咗2048塊嘅 H800 GPU 進行訓練，而 Meta 則使用咗超過16000塊嘅 GPU 集群。因為晶片禁令， DeepSeek 嘅 H100 嘅數量係遠不如 Meta， 而且H800 嘅性能亦係遠不如 H100 嘅。DeepSeek 從來冇公佈過 GPU 嘅數量，當然有啲 GPU 係禁運嘅，所以亦唔能夠公佈。外界就只能估算 SemiAnalysis 評估係有6萬張，亦有比較可靠嘅報告講評估係2到5萬張，以 A100 為基準。雖然遠不及 Meta 嘅規模，但係 DeepSeek 仍屬於全球計算資源比較豐富嘅機構之一。GPU 資源係比較寶貴嘅，咁長時間佔用訓練模型嘅風險係好高嘅。比如講 OpenAI 嘅 Orion 項目，因大量計算資源耗時超過3個月，所以 OpenAI 係明確希望避免呢類事情嘅發生。相比之下，快速迭代嘅小模型，比如好似 O3 就更加靈活啦。DeepSeek V3 嘅預訓練實驗總計算量可能係論文報告數字嘅2到4倍，咁仲可能使用其他項目合成嘅數據，咁樣就會增加咗開銷。計算資源成本估算需要考慮多個因素，比如講 GPU 係買嘅定係租嘅呢？如果係買嘅，咁成本就包含硬體採購、電力同其他嘅運營成本。咁1萬塊以上嘅 A 或者係 H100 GPU 集群，光係電費每年就要超過1000萬美元，單塊 H100 大約係3萬美元。咁1萬塊光係資本支出就要超過10億美元。如果係租嘅話雖然部分嘅成本由雲伺服器廠商承擔，但僅係計算資源嘅成本每年就會達到咗數億美元。佢仲強調講，除咗硬體成本，DeepSeek V3 嘅成功離唔開龐大嘅技術團隊。DeepSeek 嘅論文中有139名嘅技術作者，涵蓋咗員工、應屆畢業生同實習生，薪資絕對係唔低於網際網絡大廠嘅，所以人工成本保守估計每年絕對係超過1000萬美元嘅。咁結合硬體、電力同人員成本，DeepSeek AI 一年嘅運營成本係唔低於5億美元嘅。而 SemiAnalysis 俾出嘅估算係13億美元，所以遠遠高於論文中嘅550萬美元。雖然從行業嘅角度嚟睇，Meta 同 OpenAI 喺 AI 模型開發上嘅年投入已經係接近或超過100億美元啦。DeepSeek V3 嘅成本確實係更加嘅高效同經濟，但實際上喺使用過程中嘅感受就大不相同。相比較 ChatGPT 同 OpenAI 嘅穩定輸出， DeepSeek 經常性嘅服務唔在線，講明問題。講返路神科技棄用 DeepSeek 嘅決定，可以講係受到咗大量力挺 DeepSeek 腦殘粉嘅圍攻，畢竟係揭穿咗好多小粉紅稱霸世界嘅夢想。當然要喺中國呢個愛國嘅網絡環境中受到一啲懲罰，呢個其中創辦人游洋就受到咗大量嘅人身攻擊同誹謗，比如對游洋個人國籍嘅誹謗，對游洋提出嘅短期內 DeepSeek 唔可能唔使用美國嘅任何技術表示不滿，抨擊佢唔愛國、唔知感恩等等。對此3月4號凌晨，游洋喺微博連續發帖文反駁講，為咩我唔回應任何誹謗？我係中國國籍，呢個係事實，冇任何人點讚。評論講我係新加坡人或者係美國國籍嘅，有大量嘅點讚。大家仲關心事實嗎？ DeepSeek 短期內唔可能唔用美國嘅任何技術，為咩唔能夠講實話？我熱愛中國，理性嘅表達係 DeepSeek 應該感恩美國開放嘅技術生態。同樣，美國企業如果使用 DeepSeek， 亦應該感恩中國企業對全球科技嘅貢獻。除此之外，由於 DeepSeek
嘅短暫爆紅，因而佢衍生出嘅眾多騙局，亦令人眼花繚亂。2月21號，潤建股份公司再次發表澄清公告，話未同 DeepSeek 簽署服務合作協議。根據財新報導，呢個係近一個星期以嚟第12家發表 DeepSeek 相關澄清報告嘅 A 股上市公司，而呢啲公司嘅聲明亦再一次指出咗關於 DeepSeek 嘅股市騙局確實存在。根據陸媒報導，同以往喺自媒體同古巴發布消息唔同，呢啲假信息操作用到咗 DeepSeek 本身，做法係喺其他平台發表與 DeepSeek 合作嘅虛假信息之後，為了俾 DeepSeek 生成錯誤嘅誤導信息，再將信息傳播到網際網絡，繼續為了俾 DeepSeek。例如喺一啲古巴嘅發帖中，有人將 DeepSeek 生成嘅回答界面截圖當做可靠嘅信息傳播。當股民向 DeepSeek 提問其是否與某公司有合作時候，往往會得到肯定嘅回答，於是就跟風買入啦。報道以2月20號發布嘅澄清公告嘅四川金鼎為例，受 DeepSeek 股市騙局嘅引導，四川金鼎從2月17號起已經連續4個交易日漲停啦，收盤嘅價格累計漲幅達到 46.41%， 直到2月20號澄清公告嘅發布先至停止。陸媒指出，呢種手法本質上同傳統嘅黑嘴手法並冇咩兩樣，就係利用虛假或誤導性嘅信息製造市場波動，吸引散戶資金進場之後迅速嘅撤離而獲利。就算 DeepSeek 用戶協議有聲明，人工智慧模型回答可能會出現錯誤或遺漏，輸出內容唔作為專業嘅建議，但 AI 喺金融投資領域應用之後，會出現新型市場操縱嘅行為。有專家表示，喺數據源頭上可能會存在人為嘅操縱，而一旦模型部分被污染後，洗白係好難嘅。而咁樣嘅 DeepSeek 就收到咗中共官方以政治任務嚟大力推薦，而家已經有超過15家央企、國企與 DeepSeek 展開合作，範圍覆蓋通訊、能源、金融、汽車、科技等多個領域。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林宗南表示，中共其實就係通過國家嘅實驗場域、資料嘅錘煉嚟強化佢嘅 AI 技術。佢認為 DeepSeek 嘅背景唔簡單，如果佢真嘅係一間民間嘅新創公司，即使佢剛剛開始有一啲唔錯嘅突破，亦冇乜大可能馬上就榮登中國嘅超算網際網絡平台，然後華為、昇騰、碧印科技等國家算力嘅廠商以及汽車圈都宣布適配 DeepSeek， 而中共咁樣嘅舉動亦引發咗外國政府嘅警惕。2月17號，韓國成為咗繼意大利之後第2個全面禁止下載 DeepSeek 應用程序嘅國家。韓國個人信息保護委員會宣布，已經確認 DeepSeek 將用戶嘅信息轉交俾字節跳動，而根據韓國當地嘅法規，企業必須獲得用戶同意，先至能夠將資料轉交俾第三方。多國已經對 DeepSeek 採取限制措施。美國嘅海軍同德州政府機構禁止使用 DeepSeek， 台灣因為國安風險禁止政府機構使用 DeepSeek， 澳洲下令從政府設備中刪除 DeepSeek， 法國同愛爾蘭則要求其就數據處理問題作出解釋。可以講喺短暫爆紅之後， DeepSeek 憑藉住自身嘅虛假實力，導致負面消息不斷，唔單止被國內嘅多數企業拋棄，仲被多國禁用，而呢種為咗造勢而產嘅人工智慧垃圾，極有可能係曇花一現，喺未來亦可能被 AI 市場拋棄，成為 AI 敗筆嘅典型案例。